既然安尼要拼大家啦，毛笔的白头。哦，长要哪写？手要哪写？行路坐伫遐。比手。我说飘飘然呐，我讲爽歪歪，我讲你要吃啥物？我要吃腰手。哦，我说矫情啊，我讲你莫讲假啊！我说打卡，我跟你讲，我讲。一回生二回熟。头一摆惊，第二摆疼，第三摆恁总嘛痛苦甲你比。你这叫做会小川连累搞。搞一点还逼我嘛？哎，少年又，你生了是像光闪亮哎，到人安尼讲德文小弟啦。因那个真正是天落红雨要生甲。阿要来啊！你这根本就是吼牛片拄着插手，公司在一台，会山会水会玲珑。